平安，隆重兄弟姊妹們，所以為咗大家歡喜，你喺度思想自家，搬你到各樣各樣嘅生死，各樣各樣嘅問題，咩到自家冇心情，生下要到電腦冇 stress， 養起到了冇羅行，要到電腦xã會呢嘅生死。工作嘅方面，條路嘅方面，係咪講要電到我當嘅事務嘅方面，咪到自家知道要白色，計白色呢白色，冇路行，冇力量去行呢個路途，我出嚟講兄弟姊妹聽，當自家冇力量之時，自家又講有求人之時，產要一條路行，就係嚟到上帝嘅面前，在耶穌基督嘅方面，自家求耶穌，佢能夠幫自家力量，佢能夠叫自家，能夠大家統齊，大家去特勝嘅路，在詩篇記128第14節咁講到，上帝都係我嘅力量救主，嘛今日真係講，要自家冇辦法啲事，搬你到工作啊、條路啊、譬如各樣各問題啊，咪到自家 keep 到咁冇辦法冇路行啲事，冇力量學嚟強迫啊，就係嚟到耶穌基督嘅方面。佢就係自家嘅力量，因為佢前人嘅主，而求佢多人，佢能夠充滿落半夜新嘅力量、新嘅精神，而讚美佢，佢能夠帶你去得勝嘅路。因為詩篇記128 16節咁樣講到，上帝嘅真小嘅力量能夠做大事本自家，因為前人嘅主冇有講冇可能對於上帝叫個真小嘅講咩講叫個能力叫個權柄做大事本自家所以詩篇記128 17節咁樣講到，上帝講自家唔會死，但係生。自家生能夠傳上帝做出嘅大事，或者上帝嘅福音講家啲，你唔係死，你生你當你求上帝之時，你嘅平安唔係事實，你嘅快樂唔係事實，你嘅問題當然你需要係事實，但係上帝講要生路你嘅平安要生路，一個家庭知道唔事實了，冇嘅安全了。但係耶穌講生要生路，在耶穌嘅方面要平安要得救，在耶穌嘅方面，在上帝嘅方面，因為上帝而自家隆重得到生嘅講，自家能夠傳出上帝做出嘅大事本自家，我禱告俾隆重兄弟姊妹們，你咪擔落要生死，擔落要問題，擔落要苦衷，你嚟求主耶穌，就充滿咗新嘅力量乜嘢？我禱告隆重因簽你嘅主，你聽家嘅禱告，你聽家嘅痛苦，你祝福佢帶佢去得勝嘅路，在耶穌基督嘅名，我感恩我禱告，哈利路亞，阿門。